号很热，代替推出着 Hello Kitty 彩绘环岛列车，一共有2个班次。Hello Kitty 也有真侪好朋友要甲你做伙坐火车，缤纷的环岛观光列车，唔若有 Kitty， 入到车厢会互你大开眼界。我们进到了车厢内部，不只可以看到 Hello Kitty 的造型彩绘，而现在车厢里面呢，还可以唱 KTV。 蓝天大海的主题车厢内面有一个卡拉 OK， 黄色车厢大餐车准备要出菜啊！色彩缤纷的车厢，大细项物件拢是 Hello Kitty。你喜欢这个 Hello Kitty 车厢吗？喜欢。Hello Kitty 环岛彩绘列车一共有2班，结合6款在地旅游元素，要促进国内观光。国外的旅客到台湾，在前5个月是有很大的成长。那当然6、7月间呢，因为这个罢工的因素，我们还在评估。 不过我想全年来讲，应该还是会突破我们过去1000万人数的一个国际旅客。大人带囡仔上车体验 Hello Kitty 化身为旅游专家，要抢休热期间的环岛相机。